哈利路亚！上帝嘅恩典，上帝嘅愛，十分大對世間人呀。聖經講義人禱告，佢嘅能力安排義人咩啊？佢翻譯為講 orang benar 呀。義人禱告嘅能力十分大，上帝要聽自家做嘅自誤殺禱告。你阿Kim上幫了10個人了，佢嘅所以你們聽啊，不入去啊，10個人冇學，時辰已講盡，已唔學，係冇啦？已唔學，今日喺日禮拜，佢聽呢一個詞彙客家詞彙，而牧師當個禱告，呀，牧師當個禱告，佢下背佢阿門，佢接上帝嘅一個信心，要聽呢一個禱告，或者要信心，要信心嚟講啊，我相信佢一個คิด達到上帝冇錯，樣係佢真係冇卡，佢妙嘅一個คิด，佢一個คิด冇係，或者啲呢，呢一個阿Kim啊。得上帝嘅信者，上帝要聽禱告，上帝要聽一個心中對你愛嘅，佢因為佢愛嘅一個平嘅力氣又好，見到呢你阿Kim呢，就背後啊很有啲問題，冇問題呢，出嚟骨錢嘅講，但係我都實相信，我都求壓信心，你求呢個天父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你支持一個骨錢，嚟兄弟姊妹，你啊即刻禱告，即刻拔出即刻嘅手，我相信。主耶穌要聽我哋禱告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你冇錯一個骨刺；在耶穌基督嘅名，你嚟個骨刺修理何來？我相信有神蹟發生見當中，透過一個變相，你下面嘅一個骨刺，一個骨刺變冇hết，一個骨變千本轉去，一個寶血喺下面，一個骨變弄一啲變強轉去，一切嘅平，一切嘅痛苦，本耶穌看走了，要問佢相信耶穌係個救主，耶穌係個天。佢得救得福，身體得福，一個身體中得福，家庭得福，條路生活隆重得福，一定恢復，因為耶穌要聽嘅嘅心中你愛嘅，我都實禱告求壓信心，在耶穌基督嘅名我都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啊，個了兄弟姊妹係講兄弟姊妹啊，係講要愛禱告嘛計啊，係要禱告，知道要問題，一個生活中一家庭，但係要不平愛禱告，啊，家下啊你大下嘅要寫，所以啲 video 你大下你要寫要 normal， 好半夜都嚟求田嚟禱告呀，啊，我希望透過呢有祝福隆重世界啊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我都感恩，我都禱告，哈利路亞。阿門！哎呀。